间充满稳定甲真理，咱看见伊的阳光，正是爸独生囝的阳光。对伊的丰盛里，咱领受稳定，佮稳上加温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圣诞快乐！这时，咱要起立来学罗上帝唱圣诗91首，圣囝耶稣对天降临。
请咱大家心压头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慈悲听从阮的阿爸上帝，阮要学罗你的圣名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是何等的奥妙甲伟大啊！阮要感谢你极大的恩惠，赏赐阮丰盛的性命，不一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，世世代代做阮的帮赞。你的圣灵保卫师时常保护照顾阮，引带阮面对每日生活中所拄到的挑战。今仔早起，阮谦卑来到你的圣殿，要亲近你，领受你的话语，学习主耶稣的行道，跟对伊的脚步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为阮顶治十字架顶，用伊的宝血来洗清赦免阮所犯的一切罪过。主啊，当阮看无头前的路，面对困难、软弱、失志的时，请你怜悯扶持阮；当阮拄着贪婪、迷惑、滑倒的时，请你拯救、保守阮。主啊，阮有时离开你真远，但阮要倒转来，投入你的怀抱，诚心悔改，无去放纵家己。求你予阮的嘴讲智慧的话，阮的心思想通达的道理，也请你的圣灵感动阮，予阮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毋忘，欢喜遵咱主的真理来延广主的名。今仔日是庆祝圣诞的主日，也是真侪咱的亲朋好友要接受成年洗礼、献信礼、幼儿洗礼、定头生的日子。我要用欢喜感恩的心情来迎接主耶稣的诞生，感谢圣灵降临伫阮的心内，予阮得到新的生命。阮也要甲耶稣基督为世间人带来光明甲希望的好消息，传讲予四围的人知。阮要发挥疼心，用谦卑的态度、具体行动去关怀生活一善乡苦难忧愁中失去愿望，以及身体拄着病痛、工作拄着挫折的人。愿上帝你的大权能的圣手，医治安慰因，帮助因对黑暗的角落行出来，享受上帝疼甲生命的尊严，也互阮会当彼此相疼。面对即摆总统甲立委的选举，阮要搁一摆恳求上帝，保守祝福台湾这个小小的国家。当阮拄着中国全面的拍压时，求你的光照明阮头前的路，互阮用智慧来选出领导台湾有能力、有公义甲正直的候选人，互阮选出新的总统、立委，带予国家社会新的气象，向全世界宣告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，互台湾成做一个公平正义、幸福快乐、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只是阮也要将阮的教会、家庭交托伫你的手中，阮要完全顺服你的话，把握所有的机会，珍惜阮的健康，享受简单的生活。一痛苦忍耐，甲伤心过后，擦去目屎，继续向前学习，互主的疼，以及阮所疼的，围绕伫阮的身边，甲主有同行，好好过着生命中的每一天。亲爱主耶稣，恳求你，互阮永远属于你，尽阮一生来报答你的恩惠。恳求你，互阮的心常常充满喜乐甲热情，甘愿为着传福音的使命来跑走劳苦，见证你伟大的救赎。恳求你坚固阮所做工，甘纳阮虔诚的祈祷，
天父啊，阮知阮祈祷无够完全，即时阮要开喙大声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我的耶拿是耶和引导，耶基家对基是你，我的心平安无乱，下列我的头，心无乱，下列我乱，我的好爱你，救我我心爱，你我把你的人蒙所，好开开心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来学老，因要学老的圣曲是我听见先知呼喊。有声叫讲，伫旷野避万耶和华的路，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大路。迄个山谷拢要填无甜，大细山头拢要掘互低。阮我的要解互伊得，
欠价的要收互伊平。耶和华的荣光的确显现，既若有血气的，拢要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。当迄时，该撒亚古斯都有出招过，命令天下拢做家教，众人去做家教，逐人倒去本城。约瑟的姓是属于大庇的家，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犹大到大庇的城，名叫伯利恒的，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教。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，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，就生头上囝，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chỗ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应允伊。
去地方有雇羊的挂伫山里，每时收紧顾因的羊群。主的天使活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为雷照因，雇羊的就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卫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
看，就将天使所对因讲即个影仔的事报人知。听见的人拢奇怪，各样的所对因讲的事，各样的倒去，为着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就是天使所对因讲的，来演讲阿罗上帝。
希律王的时，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啊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听王的话读去。忽然，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影的所在，就歇伫迄顶面。因看见迄粒星，欢喜到袂顾哩。入伫厝，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落敬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献礼物互因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沐浴。
饮食，欢喜主大出世，我听起百姓饮食，欢喜主大出世，我听起百姓饮食。感谢献歌队以及乐团用遐水的诗歌引带咱今仔日盛大敬拜，愿一切荣光归于上帝。这时咱来感觉上帝话是圣经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甲第7节，是中文译本绘本76页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甲第7节，有一个婴仔为咱生，有一个囝要赐予咱，伊要来统治咱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的牧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，伊的政权要继续增长，伊的王国永远和平，伊要继承大卫的王位，伊要用公道甲正义为做统治的基础，为即马直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
决意要成就这个事。第二位，咱来看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7节。新约路加福音是现代译本第93页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，自伯利恒的野外有各样的人轮流看守羊群，主的天使向因显现，主的阳光四面照因，因真惊惶。但是天使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有好消息要甲恁讲。这消息要带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仔日是大悲的城，恁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倒入马槽里，迄就是要互恁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军甲天使做一个出现。俄罗上帝讲：愿荣耀归伫至悬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伫地上伊所欢喜的人。天使离开因，倒去天顶的时，各样的人彼此讲：阮要去伯利恒看主所甲咱讲，阮已经发生的事。安尼，因赶紧去，找到玛利亚、约瑟，交倒入马槽里的婴儿。各样的人看见以后，甲天使所讲关于婴仔的事，甲大家讲。圣经以上，这时咱要请主任牧师、陈牧师来传播信息。普天同庆，救主圣诞，请咱恭敬来听。所有兄弟，大家圣诞快乐！感谢圣歌队甲乐团用真水的诗歌带领咱同心阿罗上帝。咱伫圣诞节前的4个礼拜，就是抬杠节。咱通过期待、听候、仰望，到伫救主圣诞荣耀的时刻，这是极大恩典。因为今日伫全世界所有的教会，拢同齐敬拜阿罗上帝，因为伊是极权的主，伊充满荣耀尊贵。通过伊美妙的作为，伫圣诞的中间，互咱做伙一只阿罗甲敬拜。伫主前第8世纪，以赛亚先知就安尼预言讲：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灭地的人有光照因。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，伊要来统治，伊要称作奇妙的导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的爸、和平的人君。经过800年了后，这个预言已经实现。对先知的预言到应允的实现，互咱看见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历史的焦点，也是圣诞节的主角。伊是人类的救主。人类历史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才充满了意义。因为历史是咧讲起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故事。虽然英语 history 这句话就是咧讲耶稣的故事。圣经家奥斯卡库曼伊安尼讲：人类历史是一部上帝拯救历史。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拯救者，因为伊的出世就是要将人类对罪恶的中间拯救出来。
伫马太福音记载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，有博士来朝见耶稣，佮献礼物、黄金、乳香甲物药。总是伫路加福音就安尼记载，讲耶稣降生的时阵，伫伯利恒的野地有雇羊的人，因大声听见天使报好消息，讲伫极悬的所在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面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这种意思，圣经描写博士来找耶稣。那呢，雇羊的就是一般的人，因大声得到耶稣降生的好消息。换句来讲，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无论是博士、有学问的人、有地位的人，或者是一般的人，拢需要耶稣基督。阿妹吗？叫做圣诞，是上帝收赐人类一个极宝贝的礼物。只要咱拍开心门，欢喜，和耶稣进入伫咱的心内，咱就会当经验这种的平安、喜乐、欢喜甲愿望。伫启示录安尼记载讲，主耶稣伊伫门外咧拍门，然后听见伊的声就开个，伊要入去，伊甲咱三角一道。所以只要咱伫圣诞的中间，欢喜拍开心门，欢迎耶稣进入伫咱的心内，进入伫咱的家庭，进入伫咱的国家甲社会，的确带来平安甲祝福。咱伫圣诞的中间，真依爱耶稣基督做咱宝贝的礼物。总是咱也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呢？有一个故事，讲起有3丛的树啊。第一丛的树啊，伊真期待大汉了后，伊会当做一个摇篮。第2丛的树啊，伊也真仰望大丛的时阵，会当成做一只大只船的茶，来载真侪旅客。第3丛的树啊，也真期待伊大丛了后，伊会当成做指引人生方向的路牌。总是这3丛的树啊，因有无共款的人生。当伊大丛了后，第1丛的树啊，树粗起来就成做马座，和耶稣基督降生伫迄个内面。第2丛的树啊，大丛了就粗起来，成做渔船啊，和耶稣坐伫顶头来传播上帝国的好消息。第3丛的树啊，就粗起来了后，就成做十字架，和耶稣基督来完成救赎的工作。世间无一个人的出世会当改变这个世界，会当改变每一个人的人生。这个日子妹，只要咱的人生欢喜，和耶稣基督来改造咱的性命，咱欢喜尊主最大，咱的性命的确无同款，咱的人生的确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互咱领受丰盛的活命。出名的军事家拿破仑伊安尼讲：我用枪用炮征服整个的欧洲，总是独独耶稣基督用听来征服人类。今日咱三角自酒伫这个所在来庆祝救主圣诞，我真期待伫咱中间的新朋友，佫较会当欢喜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做我的救主，也欢喜和主耶稣来改造咱的人生，和咱的人生充满愿望，充满意义。特别祝福今仔日未受洗礼的兄弟姊妹，无论是成人的洗礼、健信礼、小儿的洗礼，咱拢会当经验主的恩典，祝福满满，点伫咱的中间。三角来祈祷。感谢天父上帝，
伫享受遮尔大的恩典，互人类伫12月25，通做伙庆祝救主圣诞。做是更加要紧的，就是阮看做耶稣基督是阮人生宝贵的礼物。所有物质的礼物拢会用歹去，总是耶稣基督进入伫阮的心内，改造阮的人生，互阮的人生充满意义，充满愿望。主，愿感谢你，遮尔大的恩典享受伫阮的中间。阮也看见有侪人欢喜告别耶稣基督是主，藉着洗礼进入伫主的国度内面。进入伫主的教会内面，主愿感谢你，享受阮遮尔大救赎的恩典，互阮会当经验遮尔大丰富的祝福。当我要亲像天使俄罗安尼讲，得结阮的所在，荣光归伫上帝，地面上平安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感谢救主耶稣基督将平安带伫阮的中间。伫阮徛起的国家甲社会，阮的家庭甲阮每一个人，拢会当经验救主平安祝福，享受伫阮甲阮的教会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